咁首先咧有編號由1至8嘅數字卡嗰一張啦，其中嘅數字卡6啊，可以用嚟表示數字6或者9。咁利用呢啲卡片咧，可以組成多少個3位數咧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Math Concept 嘅 Alphas。咁今日同大家講解翻 Math Concept Edition 2025年4年級組別答對率最低嘅5條題目，其中一題第37題。咁呢題最特別嘅地方咧，就係個6字可以當做2個數字啊，所以我哋必須要將呢個6咧分開咧咁樣睇嘅。咁我哋可以將佢分成2個情況啦。第一個情況就係我哋冇用到個6字去形成呢啲3位數嘅，咁即係會點樣咧？咁首先第一個位值呢一度啦，因為冇咗6呢個數字，所以1至8冇6嘅話，就有7個可能性啦。咁到第二個位值啦，因為你第一個位值已經揀走1個數字啊，所以佢就得翻6個可能性啦。而第三個位值亦都係因為咁，所以得翻5個可能性啦。咁所以可以形成咗多少個3位數咧？其實只係需要7乘6乘5咧，就可以咧計到咧個答案噶啦。咁呢個就係第一個情況啦，冇6嘅時候就有210個可能性啦。咁至於第二個情況啦，如果有6喎，咁我哋應該點樣去諗咧？喺呢一度我哋亦都要將個6字分成3個情況。第一個情況就係6或者9喺度，第二個情況就係6或者9喺第二個位值嗰度，而第三個情況就係6或者9喺第三個位值嗰度。咁相信大家都會睇得到啦。喺6或者9嗰個位嗰度，一定係有2個可能性嘅。咁用咗6或者9之後咯，咁第二個數字、第二個位值就係會有7個可能性啦。因為1至8入邊拎走咗6嗰張卡啦，而第三個位值就係有6個可能性啦。咁如此類推，我哋都知道第二個情況同第三個情況都係一樣嘅啫。所以呢3個情況都係2乘7乘6，所以夾埋其實就係2乘7乘6乘3，就可以咧計到第二個情況有6嘅時候有幾個可能性啦。咁計咗有6嘅可能性之後，只係需要再加翻上面冇6嘅可能性，我哋就可以得出答案，就等於462啦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想了解其他比賽嘅題目，歡迎留意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。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